等咗咁耐嘅彩石邨卒之收樓啦，攞到3到4人單位可以參考呢個方案。靠門柱入門2字形鞋櫃，雪櫃擺出嚟釋放廚房空間，對面組合餐櫃，摺疊餐台一拉唔佔地，電視背景唔求其，好睇之餘收納展示都有齊，係原有大房用板材分隔2個房，重新家私組合，外面房間櫃桶樓梯上落床又做好儲物，下面學習區細佬仔唔晒爭位啦。圓形邊角防碰撞，裡面防靠窗，書台光線好猛，隔離造地台下床，床位衣櫃收納唔會少。最後個房按常規安排，係靠窗拖門間隔，空間唔算大，做地台床連衣櫃，儲物 bubble。每一寸空間都值得被用心規劃，從水電隱蔽到智能收納家私，用專業經驗為實現理想嘅家。